作為一個10年嘅養馬人，之前我都會亂買啲 Hermès 嘅袋，之後就後悔。究竟我哋買愛馬仕嘅袋有冇一個順序嘅次序嘅咧？根據我以往嘅經驗，按照我以下落嚟講嘅順序排列，你就可以完全體驗到養馬人升呢嘅快樂。第一個 Pico 10，第一個 Hermès 你一定要使用率高，唔會就住唔捨得用。只要你使用率高，你嘅體驗先至會好，你先至會繼續養馬。第二個 Lindy 即係24，除咗 BKC， 你哋問嘅袋最多都係 Lindy 同24，原因就係因為佢容量真係夠大，有肩帶。方便日常使用。尺寸方面咧，假若平時出街要帶好多嘢嘅話咧，就建議揀 Lindy 26或者24嘅29 cm。如果你平時出街都冇乜點帶嘢咧，就建議可以揀 Mini Lindy 或者 Mini 24。第三當然就係我哋嘅 Birkin 或者 Kelly 啦。好多人會覺得只要擁有咗 Birkin 或者 Kelly 先至係真正嘅養馬人。第四個就係 Constant 或者 Mini Kelly， 除非你好似我咁樣 Birkin 同 Kelly 都有。以上4個袋咧，基本上就可以滿足到你日常生活嘅使用。嚟到呢度，恭喜你已經進入咗資深養馬人嘅 level 啦。如果以上你已經達到，你就可以考慮入下一個階段薯皮嘅愛馬仕袋啦。當然 Hermès 仲有好多其他款式選擇，以上只係我個人嘅一個清單列表俾大家參考嘅啫。有乜嘢問題就留言或者直接 inbox 我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